你丫怎么一點冒險精神都沒有？忒沒勁！我害怕。今天是冬眠小姐人生中最重要的時刻。你是說，一會兒我倆還要看他們在床上那個變態？你是不是修煉心經修煉傻了？跟你老公還沒做夠啊？哎，哇！这个地方还挺有纪念意义的。是啊，今天我还特意为你准备了勃艮第的红酒。勃艮第的红酒甘醇浓郁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红酒之一。没想到你还懂得品酒。品酒倒是谈不上，只不过愿意与人分享罢了。品酒如品人，每隔一段时间，它的味道都不一样。那今天我们就好好的品一品吧。好。两位小姐您好，需要用餐吗？用餐。好，这边请。这么贵，点什么？服务员。请给我们来2份意大利肉酱面，再来1份蔬菜沙拉，謝謝。這頓飯誰買單？他就在那兒浪漫着呢，萬一他把咱倆忘了，還得倒貼一頓飯錢啊！我可沒帶錢啊！我也沒帶。雞賊！